Hello， 大家好，我係飛龍。大家開始聽之前咧，俾個 like 我哋先啦。你哋每一個 like 咧，都對我哋好重要嘅。大家好，飛龍啊，今日係1月13號啊。咁啊，今日係大日子啦，係啊可伯啊、何圈啊，同埋阿何太啊、葉秀定啊上庭嘅大日子啊。咁所以今日就講一講下你個庭度做過乜嘢啦。今日比較有啲驚喜啊，就係阿何太啊、何馬啊，哇，佢個造型，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個造型係乜嘢喎？其實啱啱去入去嗰一剎那，都望一望，都有啲似，因為當時佢未戴太陽眼鏡嘅，但着咗一件黑色嘅長褸啊、黑鞋啊，戴埋一個白色嘅口罩啊。好啦，咁啊，但係出翻庭嗰一剎那咧，我戴埋太陽眼鏡，哇！即刻望到，哇！呢個未係 Mark 哥嘅造型，佢係咪之前見到我曾經幫佢做過呢個封面？呢個封面其實係參考《英雄本色》嘅電影嗰個 poster 嘅啫。係咪咁樣啟發佢咧？整個咁嘅造型，影得佢幾威猛啊！咁相反啊，可伯都係一般啦，冚咗件西裝褸啊，戴翻頂帽啊，戴住個白色口罩。咁啊，見可伯嗰兩隻手指仍然係傷緊嘅，哇，好厲害喎！舊年5月傷到而家，哇，都有成7個零接近8個月喎。咁今日阿何馬啊犀利啦，喺庭上有好多金句出嚟啊。其中啊，佢話太多人滋擾喎，為理由啊想申請永久終止聆訊喎。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永久終止聆訊啦，咁一陣間會同大家解釋下嘅。因為何馬直頭話，太多黑粉攻擊佢啊，講到自己冇錢啊，仲會去自辯添啊，嚟緊。佢真係當咗自己係丁蟹喎，即係到時係咪諗住打個感動牌啊？咁同時間佢哋兩人啊都申請法援被拒絕喎，搞咩科呢？咁同大家研究下啦。咁大家都知啦，佢哋兩公婆啊，去年啊就喺屯門住所啊升降機度大堂打交啊，跟住被控啊蓄意傷人罪啊，搞到今日13號啊，區域法院啊再訊喎。喂，老實講，佢今日依單嘢啊，其實只不過係提訊咋，仲未審訊嘅。咁而家佢哋因為乜嘢都未搞好咧，其實嚟緊3月17號啊9點半啊，先至再嚟搞多次提訊啊。多次若然搞得掂的話，先至有得審訊啊。咁啊，聽翻啲今日又去喺個庭度聽啲官佢講嗰時就話，佢若然到時有律師的話咧，都要審6天喎，即係6堂喎。冇律師啊，審成10堂喎。其實老實講，我哋個個梗係想快手快腳搞掂佢啦。咁原則上係河馬我真係唔知係咩心態啊！你咁樣不停拖時間，你咪有排都翻唔到大陸。哇！你間屋啊，你大陸啲錢啊，唔知會唔會冇晒喎？即係喺間屋裏邊啲錢。不過唔理佢啦。阿河馬今日佢講到啊，佢申請法援就被拒啦，所以佢而家冇錢啊，就打算自辯喎。因為之前阿河馬都有講，佢而家佢話自己啲生活都係問人借錢嘅。又好嘢喎，有人肯借錢俾佢喎。咁同時間佢自己河馬覺得啊，法援拒絕批俾佢啊，就完全因為係啲黑粉攻擊佢啊，話佢又用啲納稅人嘅錢啊打官司有關喎。咁啊，今日我哋嘅法官啊陳廣慈啊，阿陳官啊就講到明喎，佢話相信法援喎會秉公辦理喎。咁仲要講到啊，阿何太應該坦白交代佢嘅財政嘅狀況喎，仲提議啊，阿葉秀定小姐啊，眼不見為淨喎，唔交上網費咧就會唔會知道啦？網上嘅評論咯嘛。咁陳官仲強調喎，被告面對嘅控罪係嚴重喎，由律師處理案件咧會便利審訊喎。若然被告自辯啊，就會面對好多困難喎。咁至於可伯啦，佢最終就會答應話會揾律師嘅。其實可伯都係一樣。咁樣原則上，因為佢哋兩公婆都未離婚啊。所以基本上兩個財政嘅情況就應該等同係一樣嘅。好啦，最犀利咧，我哋嘅阿何太啊，其實都唔應該叫何太係嘛，自己而家都唔認噶係嘛。阿葉秀定小姐啊，喺今日聆訊嘅尾段突然要求啊永久擱置案件啊。陳官仲明言喎，唔會因為被告被騷擾而擱置案件喎，因為需要喺法律觀點同埋個程序啊，就建議阿葉小姐揾律師作申請喎。而陳官最終將案件押後到3月17號啊，就代兩人考慮揾到律師事宜啊。並強調無論阿葉小姐決定自辯與否屈時都將會排期審訊㗎。咁當中又主動取消兩人去警署報到嘅安排喎。咁但係原本可伯就冇沒收去
旅遊證件噶，但而家因為取消去警署報到安排咧，咁啊連阿可伯個旅遊證件都要收埋啊。咁今日都幾多市民去旁聽喎，雖然我唔喺現場啦，但之前見啲 KOL 喺度講啊，哇起碼都成40-50人啊。啱啱入去喎，我之後我唔知開審嗰剎那會唔會仲多咗人噶。一聽講現場係可以坐70人啊。咁陳官啊仲話被告啊未面對審訊噶，所以係無罪之身喎。話俾大眾聽係咪？唔好成日當佢有罪先係咪？因為陳官有可能聽到現場有啲人啦喺度嘲笑啦，係啊喺度嘲笑交談啊，真係。咁啊所以佢直頭話嘲笑冷落啊，成何體統啊？人多蝦人少啊！咁啊陳官仲話又指庭上情況有餘喎，好似回到叢林法則般喎，所以提醒旁聽者啊要遵守規矩啊，否則咧就被視為藐視法庭啊。咁隨後陳官仲提到案件最早可以排到11月開審喎，哇當時嚇親庭上啲人個個喺度講咗好多聲，哇咁樣，咁搞到陳官都忍唔住喎，話呢個法庭唔係公園喎，案件係唔需要公審喎，仲話香港地咧係有法治地方啊，並叫有膽話嘅人咧就站喺度啊，咁但最後就冇人企啦。咁散庭之後咁我見原本應該有成幾十人喺外邊等阿河馬出嚟噶，但最後等唔到啦。咁但期間其實警察有拉過啲鏟帶嘅，而兩位被告先後喺警員護送之下就走咗去坐的士離開啊。咁我睇咗幾個台都好似拍唔到地離開嗰剎那，因為以為河馬最初好似上次咁樣行翻去地鐵站啦，因為佢講到自己冇錢點知原來佢係靜靜雞有錢走去搭的士喎。不過好難講啦，有可能佢搭幾個站到，即係幾個街口到落車咁樣，佢離開個法院範圍啦，唔想有人再同佢傾偈交談啦。我估啦，真係一若然如果喺個位置搭翻去屯門都幾貴下喎。好啦，河馬今日真係犀利喎，識一招咁嘅嘢喎，永久終止聆訊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呢？即係大致上你可以話叫個法官將呢單案掉咗去黑洞，永不超生啊！通常有乜嘢好極端情況呢先至會考慮永久終止聆訊呢？例如感覺已經唔可以公平審訊啦，即係嗰啲咩，例如關鍵證人死咗證據都冇咗拖到天荒地老或者本身單案已經拖到太耐即係有啲時候例如不停喺度延期延到過長導致證人都記憶都模糊而一啲關鍵嘅證據又已經冇咗啦，或者係被告健康惡化，即係呢啲其中一啲原因啦，或者一啲情況媒體廣泛報道嚴重影響咗一啲潛在嘅陪審員客觀去判斷即係莫非阿河馬覺得今次係咁嘅情況？我老實講，蔡天鳳都冇話可以咁樣啦，嗰單案其實法官都話而家呢單案好細雞就俾佢哋咁樣拖下拖到咁耐，都仲係提訊。咁仲有啲情況係都可以咁樣申請例如係檢控行為冒犯咗司法公正即係即使可以審訊可以獲得公平但控方嘅行為公然冒犯咗法庭對公義嘅認知動搖咗一啲公眾對司法制度嘅信心例如乜嘢呢？違反不檢控嘅承諾即係控方曾承諾撤銷控罪或不起訴但之後又反悔或者以不公平手段去調查例如執法部門以嚴重不當嘅方式例如竊聽被告同埋律師嘅保密談話呢啲情況都可以申請永久終止聆訊但河馬你呢單嘢就唔係好關事老實講，要用到呢個其實係屬於一個最後手段亦係非常之例外罕見嘅情況之下先會批准而一般可以成功申請咁嘅情況呢，亦係非常之極少即係河馬仲用到黑粉導致佢法援被拒而咁樣申請喺我眼中就覺得冇直接嘅法律嘅關聯啦。咁你見阿陳官都冇當場批准佢嘅申請啦，而係決定押後個案件啦。咁某個程度上都睇到法庭對於個申請都非常之謹慎話老實講，若然佢真係得嘅，哇！我諗今日真係變咗大新聞因為以前有啲情況可以申請呢，就係將單案本身拖咗成10年8年連個證人都過咗身或者連自己
個被告啊，係啊，被告自己啊，都唔記得當初為咩喺度，我要打呢單案喎，咁仲審嚟做咩呢？我只能講啦，河馬今次諗到呢個理由都幾有創新啊！有啲人話唔知係咪阿門教佢啊？咁阿門教佢，阿門又唔出現，係啊，阿門完全冇出現喎，所以估咗，即係有人係啊，會唔會阿門教佢啊？即係只能講既創新又可愛啊！呢個諗法啊，河馬嗱，法庭咧就唔係社交媒體啊，就唔係你按 like 或者卜咗啲黑粉就得啊，就可以當冇事發生啊！所以今日咧所有嘅嘢都係押後啊，唔係終止啊！最初我哋係驚阿河馬會唔會喺現場突然間爆暈呢？不過佢應該唔敢啦。之前法官有警告過佢啊，仲喺度整色整水的話啦，對佢唔客氣啊。係啊，老實講，永久終止聆訊要有啲好實質同埋好唔公平嚴重嘅情況之下，先可以俾佢申請噶。即係辯方拎唔到任何證明啊，點可以咁樣就申請得到啊？即係估唔到啊，河馬，最終竟然話想自辯。其實個官而家俾啲時間去再諗清楚下。佢自辯啊，隨時有可能搞得仲大鑊添啊！我哋之前都係取笑下、估下係咪丁下上身，頂佢自己真係咁樣走去做喎。即係尤其是好似今日係咪即係請唔到律師就想咁樣永久終止聆訊，咁咪好着數？咁我見啲網民話：河馬真係堅傻喎，唔係扮噶。有人真係以為自己可以同律師嘅 level 唔係爭太遠啫。咁我見有啲網民喺度問啊：哇，如果一個人連簡單嘅邏輯都 handle 唔到啊，咁係咪可以唔俾佢走去自辯呢？嗱，原則上法律咧就絕對咧，你要想自辯係有權嘅，係啊，即係自己代表自己，唔請律師嘛。但若然咧，如果一個人咧個邏輯嘅思想能力差到咧連理解控罪指使律師理解證據咧都做唔到的話咧，咁基本上咧都唔係話咩自辯權嘅問題而係你究竟適唔適合接受審訊呢個基本嘅問題啊。咁我見有啲人咁講話法庭嘅角色咧就唔係會拒絕你自辯而可能咧就下定揾兩個精神科醫生評估下你，睇下你嘅精神狀況係咪唔適宜受審。如果醫生話你唔得，咁法庭就可能會委派律師代表佢噶，或者按程序去處理總之咧就唔係話你想親自上陣就一定係批嘅，原來有啲咁嘅情況咁當然法官就唔會直接話你咁蠢唔准你講嘢，講咁多做咩啫但個制度咧係有一個安全罩嘅，確保個審訊係對一個理解能力有嚴重嘅問題嘅人嚟講咧都要有公平嘅處理嘅方法嘅。即係簡單嚟講，唔係唔俾你玩，而係驚你連個遊戲規則都睇唔明，到時玩死你自己啫。所以我見有啲人話，唔好搞咁多啦，到時不如直接送河馬，直接入精神科醫院啦，監都唔好坐啦，真係一路困住裏邊就算數啦。哇，困住裏邊我驚仲大鑊唔知困到幾時先放得翻出嚟咁同埋我想補充少少有咩情況即係以往有咩例子係可以永久終止聆訊呢？例如北角校車案個司機已經被罰款咁幾年之後咧再被控更嚴重嘅罪名咁當時法官認為屬於一罪兩審咁所以就批准永久終止又例如醫委會一單嘅紀律案嗰件案咧拖成超過10年證人都記憶模糊咁呢一單案都係獲命令就永久終止聆訊嘅。咁所以河馬你真係唔好痴心妄想諗埋呢啲屎橋真係。咁但係我見有啲網民例如喺4.0裏邊佢話河馬有人心諗唔好意思令啲粉絲寶寶失望取消報道其實近來去報道都冇人走去拍佢啦，都唔會話咩失望嘅。就算今日河馬離開嗰剎那，好多人都唔知道佢離開咗咁我見好多 KOL 都即時話解散真係都冇話認真好失望拍唔到佢點算呢？冇嘢KOL 仲話等我翻到屋企再整理下啲嘢，再喺度講下今日單嘢係點樣發展咁警察方面仲好啦，慳翻啲警力嘛，真係見佢最初嗰幾次喺個庭度出嚟嗰剎那好似保護啲例如政府高官特首咁樣幾多警察圍住去保護佢去到上次嗰剎那咪喺個灣仔嗰度個天橋嗰度行翻去地鐵嗰剎那已經係同之前屯門
天同地比啊，只係得2個警員喺佢身邊啫。今次最好啦，你快手快腳走去坐的士啊，都費事陪你行去咁遠行嘅地鐵站啊。不過都要提一提大家喎，你若然想睇下河馬自辯的話呢，3月17號嗰壇呢都未開始係有得睇㗎，因為嗰個都仲係提訊啊，真係要去嗰壇裏邊啦。若然真係搞得掂啦，可以排期審訊啦，咁之後先至知幾時有得睇佢真正嘅自辯能力如何啦。雖然都係不堪想象啦，不若然睇個官咁樣，哇！嗰壇嘢要等到11月啊，仲要審6至7日啊，即係如果有律師幫手，都要審咁多日，咁即係搞下，哇！隨時2027年呢單案先至完喎，咁即係河馬未來呢1年都係唔返得大陸喎。呢樣嘢有人對佢嚟講慘過坐監，若然到時仲判埋佢坐監的話，咁咪幾年都返唔到大陸。好啦，大家網民你哋又點樣睇？多留言啊，話翻俾我知啊。好啦，今日新聞講住咁多先啦，遲啲再分享其他新聞，係咁啦，拜拜。